花莲光复乡做大水，到今已经第13天啊，还佫有6个民众还未找到。总统今仔日答应会继续来找找。中秋烘肉放烟火，若超过暗时10点，就唔通搁放，若违者会罚款3000块。风台下量已经形成，这几天啊日时会真烧热，过昼会落大雨。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初5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这2天是休困日，要是有真侪志工去花莲灾区倒清路边的水沟啊。中央讲希望10月18水沟啊会当清好了，而且嘛需要有人来倒贴沙包，提早为风台来做准备。一直学唔拿规个人，规拍伫个水沟挂头前，甚至较省一点的人，直接跳入去排水沟，要甲这塌掉的烂土甲粪扫全部拢甲清出来。光复街区周边的侧沟在经历洪灾之后出现了阻塞的状况。5号下午，一班志工人手一铲，重点就在清理长达30公里长的侧沟。把它弄松这样子，等下挖就比较好挖了。有各地志工来光复乡斗相共，中央前进协调所讲，这交予清理进度已经100%。道路的清理大约是达到95%。也若这2天的重点是全力放伫30公尺长的清沟作业。除了清洁队，也佫有清沟车、佮压清洗机这机械，更加需要志工来协助斗相共行爱这个沟仔组，预计10月18爱全数完成。有的清沟车，速度1天呢只能清20公尺左右，有的好一点，大概60公尺。今天会调集到650个这个清沟槽。那另外呢，也感谢很多的网友朋友，我们在发布网友讯息之后，很多人都自发的来。但是未来呢，还是要用大型的机具，希望整个可以通，水沟通了，侧沟通了，我们马桶才有可能会通。另外，也惊风台来，伫东西区福州街保安室有真侪志工伫做沙包，提前做防范准备。目前好做吗？还算 OK， 因为上面负责冲，然后下面就负责弹，把它弹，然后把它装起来这样。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的这个台风季还没有结束，我们预计要装1万个沙袋，提供给光复乡公所。也即阵清出来烂土甲粪扫有76604栋，清出来烂土会由环境部来处理。也若前一天，真久无听到收粪扫的音乐伫街路响起，开始恢复粪扫甲大型家具的清运。另外，单独列街福州街也伫赶进度，严格交通管制，互当机构来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去花莲关心大水了后复原的情形，嘛有讲到放山湖的问题，伫个短期内是无法度一个手就解决。不过目前有4项代志都要先做，包括掌握水流、水位、临时补换、清溪补的积沙，还佫有疏开的计划。这个村是最严重的村。对呀，因为第一时间就从这边过来。马太安溪放山湖造成灾害第13日，总统赖清德初5过去花莲光复乡勘灾，骨卡要视察东灾区福州街当地居民着急，甚至一直向总统发声。都不要睡觉，真的很辛苦。一定要有人抱病吗？总统听到了吗？有听到了。居民的不满，中央甲地方拢有听到。顶摆罗总统来花莲视察的时，甲花莲县长徐正惠只跟他透过电话交流。这摆2人总算见面，徐正惠也当场表示，重中之重是福州街以东的大量落果梅。600立方米、56米高的那个虎林山，这是重要要清除的。现在开始都会清，中央会协助地方来做。一直强调，中央甲花莲乡亲徛做伙，更加淡出针对灾区的房屋修缮补助，将会予1户20万的费用，加强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不过，当前放山湖地基也是无法度彻底解决，罗总统指示爱为4个面向处理。第一个就是这个河川的水面的水流到底顺不顺，水位到底如何？第二个就是我刚讲的堤防的。暂时性堤防的这个工作，第3个就是河床的清理工作，第4个就是撤退计划、撤离计划。灾害发生到今，到初5下昼3点，已经造成18死，也有6个人失联。罗总统也强调，未放弃搜救行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秋节真侪人拢会烘肉放烟火，不过提醒大家，若是暗时10点过，就唔通搁放。
那违者会罚款3000块。另外，有人去合欢山武岭遐佚佗，不过因竟然伫咧遐放烟火，因为当地是伫咧德鲁固国家公园内底，除了爱食罚单以外，若引起火烧山，是会有赔偿甲刑事责任。火光四射烟火冲向天顶，互看到民众拢人气，因为民众放烟火所在是伫合欢山武岭停车场，属有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范围内。跑去那边放烟火，是觉得太夸张一点了，没有注重生态问题。那这种行为已经危及到游客的安全，同时也会造成生态的影响，那也有可能引起森林火灾。那这种不法的行为已经违反国家公园法第13条。今年中秋3天连假，为少民众到合欢山去观光佚佗，不过也出现这放烟火种行为，民众烦恼讲引发山哪会火灾。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强调，最近违反规定，上悬会使罚3000块。伫台南中秋节想要放烟火嘛，要看时间，超过暗时10点才用发。市府选伫黄金海花甲关西平台这开放烟火所在加强稽查。是外地的人来黄金海岸，他们可能没有想说这附近都有住家，所以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当地民众讲，真侪外来游客半暝放烟火，影响民众生活作息，也制造真侪垃圾甲噪音。市府强调，中秋连假前一暗到假期结束迄暗拢乱稽查，民众千万爱注意。今日到7时暗时已经看到129件，各罚10件违规。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大道樱花街迄块地啊，工作人员透早去厝填9个药啊，不过却是去互规定的虎头蜂攻击，有5个人去互定着，一个人出现过敏的现象。家在送病院了后是无啥要紧，所以来会请农业局把这个蜂收刷互走。监视器迄条工作人员虎头蜂攻击，为空地走到道路上。台中市卫生局环保局甲区公所人员在5早起10点半左右，伫大道区樱花街万兴宫一带进行填高地喷药作业时，无细里惊动一个蜂收，蜂群拼出来攻击，有5个人互定着，一个人出现过敏反应。另外一个同事就说，他觉得他背部里面好像有东西，他之后才把那个蜜蜂捞出来。台中市府表示，当地当因为天高节经过移植检验阳性通报，进行户外化学防治。受伤的人包括1名区公所、3名卫生所、甲2名清洁队人员。因随后去附近大道消防分队求助，由救护车送医治疗。大概都是肢体啦，都有被风蛰的一些的症状。那我们有询问他们有没有呼吸道的问题，因为我们比较怕是有过敏性休克的症状，但是目前都没，但是当时都没有。经紧急叫救护车送往同综合医院就医治疗，并施打抗过敏及消炎针后，人员已办理出院回家休养中。高车动作法病院表示，3名受伤的人到院拢意识清楚，多数是头手碰定着。经过检查治疗了后，陆续出院。抗地现场已经由封锁线。蜂收后手会由农业局委托保风掠抓厂商刷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秋连假有真侪人会去爬山，不过煞是传出意外。伫台中有民众伊伫南湖山厝附近跋倒，脚骨全咧摔断去，落尾手出动直升机，甲伊载落山就医。也若伫南投甲苗栗有人去爬山，爬全咧昏去，送病院抢救，不过要是不幸救无回来。空气总队队员将受伤的人固定伫担架，刷落来送上乌鹰直升机。中秋连假第2日，台中市和平区南湖山坳，一位细华的山友登山途中无细力滑倒，造成脚头骨骨头支气，佮有5公分的空脆无法度行。初5透早，报案请求救援，空勤7点左右载运受伤的人起飞半点钟的航程，到青泉宫机场后送病院救治。最后，在空勤总队直升机于7点4分成功吊挂，并于7点35分抵达清泉岗机场。最后由清泉分队救护车送往57同综合医院。电机已实施，还有很多东西。确认已。先生。救护人员使用 AED 电击，甲天公伯爷抢名。南投县信义乡林芝山拜六有一位51岁姓张的山友，一个人爬山，伫安部往鹿林山600公尺乌水长的所在，突然身体无爽快，无法度行救援，无偌久就失去喘气心跳。救管处保持总队甲消防局
先后赶到接到救援了后，送去德山秀团病院，毋过急救了后有缘死亡。本局救护人员接手以后，立即建立进阶版呼吸道管道叠氧及输液管道，及以自动体外心肺复苏机进行抢救。苗栗县大湖乡的关道山步道，拜六下昼有一位67岁姓苏的查甫人被山昏倒休克。当地路况真无便，消防人员使用广式的担架搬运落山，送去大顺病院抢救，毋过最后有缘死亡。消防单位呼吁民众，中秋连假出去佚佗爬山，爱看自身的健康状况，千万毋通疏忽。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我来看今年第22号风台下凉已经形成，不过目前估计是未直接影响咱台湾。咱若明仔载正都是15，同款的真好天，会当看到月亮。而且今仔日是真烧热，有真侪县市拢发布高温的特报。过头因为对流真旺，嘛有落西北雨，尤其是嘉义到屏东有发布大雨特报。出大日头，只外线真度行人，停等红灯的是不少人落尾去树骹，也是野火线、野日头。为着和平众停等红灯的时免受航马拍击之苦，北市府规划伫信义区5个路口设置野日设施，并每年设置完成。这边可以设置一个阳伞之类，然后给等红灯的路人。然后在下面吃，不然真的很热。避太阳的地方，就是可以让大家等这个红绿灯，因为其实就是蛮晒的。这个计划目前预计会先在信义计划区的几个街角作为示范，包含市政大楼的东北角、松高路跟市府路的交叉口的公园用地，以及101的街角。时程的部分，目前力拼在明年完成设置。中秋连假拢是好天气，气象署发布高温特报，针对上北、台中市、台南市发布柑仔色警报，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记录。桃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屏东县是黄色灯号。那既然高温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在大台北，还有比较靠近中南部的近山区的平地，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西北太平洋目前有2个风台发展中，分别是梅德5甲透早新形成的下凉。气象署表示，梅德5会盯着中国雷州半岛一带，对台湾无直接影响。下凉的路线是有缘有变数，特别敢是转向的关键期。另外，中秋节天气真稳定，暗时也欣赏到光光的月亮的几率是真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我来看，伫咧屏东的一间食品公司合作8位，因涉嫌违法摕工业用的滚药水来洗猪肠仔。目前这有问题猪肠仔已经销去台北、桃园、高雄甲屏东，不过拢已经有赶紧落市。而且调查还阁发现讲，西门町一间真出名的阿中面线，嘛有去用到这间公司的猪肠仔，目前已经甲对方解约啊。消署讲，若是确定有违法，除了会移送法办，嘛会列入去食安的黑名单，禁止阁营业。就是有的会比较红一点，然后有的就是黄色的。面汤内底猪大肠有一寡色较红，有一寡较黄。业者讲，这就是温体猪大肠应该要有色地，若是偏较白色，真可能是不肖业者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参滚药水。双氧水它也会破坏肠子的组织，所以变成说，伊的撒的时间唔免拖甲遮久，时间缩短，然后卖相又好又白。然后脆度也会跑出来。事件起因是这间位伫屏东的八位公司涉嫌使用工业级的滚药水来洗大肠，红色桶仔内底装的这大肠全部拢扣起来。现场也发现装有工业级滚药水的空桶，负责人是以50万块交保。因为我这案件还在侦查。14家公司的销铺扣起来，问题产品总量大约是3795公斤，比及大肠流向台北市、屏东县、高雄市。白小肠是流往桃园市，到初时暗时9点回收2159公斤问题产品。地方政府对查证过下游厂商产品流向，流往高雄、屏东问题产品396公斤，桃园市产品已经全部回收。自述首次进货分送某特定船舶伙食补给，第2次则以自行销毁。台北市有1330公斤，由宁夏市场单线是买去，14月进一步查核甲确认。西门町有名阿中面线承认合作的其中一间大肠供应商就是必威，已经甲问题产品回收，也甲对方解约。宁夏夜市观光协会是讲，夜市使用猪大肠的大头无够10间，迄源大部分来自昆南市场。那至于是不是跟百货公司进货哈，我们会要求他们哈内部提出证明。
另下也期间判尾对问题伫大肠的是猪肉商，毋是大头业者，且外界卖误会，需要需要推出全面追溯追踪，推荐检测这做法。涉案业者以上法办以外，也列入涉案黑名单，禁止营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日本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将会当选自民党的总裁，有机会成做日本头一个女首相。除了甲咱台湾有密切的来去，伊嘛甲前首相安倍晋三同款，主张台湾若出代志，都是日本出代志。总统也强调讲，希望会当继续来推动台日的关系，也若前总统蔡英文嘛普文来加以恭喜。今年4月，高市早苗以日本自民党众议员身份，率领5位新生代国会议员访问台湾，展现伊长期坚定的友台立场，甲明确的抗中态度。继续伫2021年、2024年了后，第三摆投伫自民党总裁选举，即马确定当选自民党史上头一位女性党魁，也有希望成做日本头一位女性的首相。台湾も日本もこれからお互いに防衛力は強く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非常にセンシティブな情報を共有する準同盟になるか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う幅広い協力関係を作っていく、そして情報共有の場を作っていく、ここに専念を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って。高市早苗是甲台湾互动上密切的日本政治人物之一，即马成做自民党创党70年来头一位女性的党魁。伊捌几啊摆讲过，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挺台日合作。I think the fact that a woman has been elected is obviously a milestone in Japan, and perhaps seeing a woman achieving top political office will be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nger women in Japan think that it's possible to achieve top-level jobs in the economy and in politics. 高市早苗提出的政见是希望借着大胆的危机管理、投资加成长投资，展现强烈的经济力加外交力。综合大学名誉教授相田宪介认为，日本目前面临物价压关等眼前挑战，也面临人口减少、经济衰退等长期困境，加上政治温忧，拢是高市未来一步一步要面临的挑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人讲是捷克版川普的捷克前总理巴比斯，伊带领的政党伫即届国会大选选赢执政党。外界认为讲，这有可能会改变捷克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换甲匈牙利也佮有斯洛伐克同款，较倚向罗西亚。一般好野人前捷克总理巴比斯领导的不满公民行动党 ANO 伫国会大选胜利，得到大约35%的选票，赢现任总理费亚拉的23%得票率。ANO 有估会伫众议院会有80席。也若主张捷克优先，并且自称川普主义者的巴比斯，打算组成单一政党政府，并且讲这是历史性的成功，也是伊政治生涯上好时阵。Prosím vás, já jsem byl lídr, naši voliči chtějí, abych byl premiérem. Já myslím, že máme v tom shodu. 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对2022年爆发以来，捷克毋但提供大型的武器，军事援助基辅也为乌克兰来种钱买炮弹，被看作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不过，巴比斯对这款的支持毋但提出质疑，也拒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大幅来增加国防支出的这个费用。Dans le cadre de budget, évidemment, il y a beaucoup d'argent pour l'Ukraine. La République tchèque aide chaque année le budget européen. Nous payons à peu près 2,5 milliards d'euros. Et de cet argent est utilisé pour l'Ukraine. Mais si le gouvernement actuel a fait des dettes qui sont plus grandes que les 3,5 gouvernements précédents, et il n'y a pas d'argent pour les médicaments, nous aidons l'Union, et l'Union aide l'Ukraine. Je pense que c'est clair. 民粹主义者的巴比斯政党获胜，外界认为可能让捷克支持乌克兰立场转向，而且可能甲进前讲，罗西亚已经赢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匈牙利总理奥班，甲希望甲罗西亚发展关系的斯洛伐克总理费佐形成亲罗西亚阵线。公视新闻新闻配编译。咱若伫美国，川普是持续甲这非法的移民赶走。不过，民众因为不满 FBI 人员规日4个伫咧巡逻，所以发起抗议的行动。不过，川普要是继续派兵去芝加哥甲普特兰，在地人士起一个嘛发动示威。普特兰政府甚至去提告，测试法官批准临时的限制令，甲川普派的国民兵拢甲抓落来。
社会将和催泪ga素喷到目睭，闭袂开，听甲大声叫。美国移民甲海关执行局的执法人员，除了我红道边区，也坐装甲车去伊利诺州芝加哥民众不满联邦探管请作弊4月巡逻，所以发出不满的声音，也有人叫垃圾灰啊，抗议情势更加升悬。美国总统川普继续伫全国扫动，扩大遣返非法的移民。也毋过有联邦探员伫测试巡逻时，带上一名持有半自动武器的女驾驶。美国国土安全部讲，迄当时是互10台车包围冲撞，所以执法人员非正式出伫防卫。代志发生了后，川普下令派遣300名国民兵去芝加哥，表示要保护联邦官员甲相关设施。也毋过部分伊利诺州警察是早步枪也是惊甲军仔伫现场逮捕抗议运输。同一日，川普要向波特兰部署200名国民兵，也毋过遭到所属的奥勒冈州甲波特兰市政府告上联邦地方法院测试法官批准临时限制令，当到川普要派遣的国民兵。The irony here is we were condemned in 2020 for our approach towards the left, and now we're being condemned in 2025 for our approach to the right. So I would say we've landed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fairway. 联邦地方法院对限制令的期限会伫14日了，也就是18到期，也毋过可能会延延。川普政府已经提起上诉，有价伫29开庭。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明仔载各地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3度，还有这3天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祝大家中秋团圆，万事顺心。小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纪事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